各位友志，大家好！即摆真荣幸有机会会当参加即个朗读小说的活动。即马就互我来为大家朗读台湾作家吴忠祥的新作品《幻影号的机航》第19拍。第4章时间的乞照第2节。关系即个总书记封号的起头因由，爱追溯去到阮国校5年的春天郊游迄天。迄天拄好苏联总书记戈巴契夫上台，新闻报真大，所以连阮坐伫游览车顶悬，拢听到垃圾号咧报。虽然阮听过总书记，毋过总书记是啥物，大家敢若捌，阁敢若毋捌。即时阵，阮即个小队有一个住伫眷村、面容熟骨大丢的杨明峰讲话啊，总书记就是想袂到，伊竟然摕出一张纸。甲苏联共产党党政军的组织图画出来啊！这是总书记、副总书记、某某委员会委员长、某某政委，这是国家总理、政治局秘书长、国防部长、情报局长等等等，其实嘛是乱讲一回。结局，大家因为好闲，一路就开始原来游览，原来搬一出共产党的囡仔戏啊！就安尼。杨明峰当然就是总书记啦，小队内面的逐个人拢参加，逐个人互总书记分派一个职务，互一个啥物长的，煞落就出现安尼的对话。报告总书记，美国怎样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要派兵攻打美国？情报局长，你觉得呢？有相关情报吗？报告总书记，我们从北约的情报网拦截到不利的消息。美国的洲际飞弹可能随时会发射，所以呢，国防部长，报告总书记，我军有米格几架可以随时起飞。那海军呢？海军总司令，报告总书记，海军的航母已经在海参崴港待命。好，那全军听令，即刻发动攻击，开战。所有的人拢对总书记话遵命。我现在宣布。我们的基地组织正式成立。人拢讲伫国校5年的上帝公，6年的阎罗王，阮的基地就安尼成立啊。基地组织的活动，差不多占去阮5年的学期到6年的下课时间。先加入的当然职务较悬，本地无参加的，一方面觉得互阮排斥伫课仔外真无聊，一方面因为好闲。嘛豆豆加入啊，而且甘愿伫某某长下底做下骹手，组织的命令体系真严，而且参加的人拢算甲真认真，尤其严格实施保密防谍，爱严防敌人破坏咱基地的堡垒，搁爱随时甲封建剥削资本主义走狗叫出来检讨。总书记杨明峰是上激一个威严的面，袂爱笑，毋过。伊笑的时真亲切，有时会伫众人面前对我讲：“你真了不起。”这个时阵，我就会感觉真欢喜，感觉伊讲的话是圣旨。搁过无偌久，一波搁一波的斗争就开始啊！主要是对付非基地君主甲封建阶级，一切拢是对收集情报开始。比如，某米人放学无直接转去倒位？某米人偷别人的摊仔叶，某米人抄别人的数学作业，也是某米人偷偷介意啥物人，等等。伊讲，基地的荣誉就是你我每个人的荣誉。我们宁可失去一切，也不要因为失败而被历史唾弃。煞了，伊时常会讲，副主席，请为我们复述一次。当我家己的话重讲一遍，伊就讲，吴朝阳，优秀的副主席。他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榜样。安尼，基地内底逐个人拢豆豆认为总书记讲的话是真实有力的，已经毋是滚耍笑的佚佗话咯。总讲一句，情报就是斗争。我阁明明会记得伊安尼讲过。第一遍阁一遍的斗争之后，就是新的成员的加入，若无就是新的敌人死亡。离婚的小弟都建良。阮当初拢叫伊屠龙，屠龙就是迄个总书记的敌人。伊自头就毋加入基地组织，
伊的面四正，伊用不服的口气讲：“我才毋是伊的奴才咧。”总书记杨明芳听伊安尼讲，就特别甲伊点油做记号，宣布伊并毋是阮即国的，命令阮袂使甲伊斗阵。自安尼，伊就时常是孤鸟一只，一个人食便当，一个人来学校，放学的时嘛是一个人行转去厝。